花莲万影乡的马丹溪顶个月因为上大雨落石头，积做一个崩山湖，这水卸袂掉，就惊放弃会做大水。林保署即阵就去安全监控，准备随时发布警报。治安专部落去积水湖，林保署花莲分署的工作人员时真细致，徛伫足架的石头堆，在水面装水位架，然后搁爬起顶面安装监测器，透过太阳能仪器电力，通回传所有的监测信号。水位积的地方加强固定，然后剩下的同仁就沿着这条线，我们就是分别一起来固定。然后如果有人力的时候，我们第二条就是连线，可以从箱体的最上方往下拉。马大安溪积水湖伫今年7月底生成，用流雨太来的时，伊一时受到关注，因为伊等于是一个南化水库有效的欠水量，若准崩发会对溪尾山乡镇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它到溢顶之前的这段时间，能够更精确的去得知它每天的进水量，然后它水位高层的一个变化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些预警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准备。林保署强调，目前确定水位离爆发顶面有40公尺，欠水量大约有4800万吨。根据目前大致的进水量，按算10月初水位就淹过爆发顶面，呼吁溪尾民众这段时间唔通到河床附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